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冰淇淋。想去廣州、佛山玩嘅朋友，千祈唔好錯過呢條視頻啊！住宿直拉滿，跟住我鏡頭睇睇。玩方面呢，我哋就會去到廣州最有人間煙火氣嘅地標一德路海味乾貨批發市場，海味手信一次掃齊。我覺得廣州最感人嘅唔係佢嘅繁華，而係繁華過後老街嘅煙火氣十足。喺食方面更加正啊！米芝蓮必比登推介老字號向群飯店，地道廣府風味，蔥油雞皮爽肉滑，正到爆啊！雞味先係廣東嘅味道。第一晚安排入住佛山5星標準興海怡華酒店，酒店周邊行街宵夜、KTV、沐足按摩全部都有，食喝玩樂超方便。房間溫馨舒適，乾淨企理，仲可以俯瞰成個摩天輪公園同城市天際線，日夜美景盡收眼底。最重要係我哋會喺31樓天際景觀餐廳食早餐，一邊睇藍天白雲，一邊享受美食，儀式感滿分。第二晚我哋入住喺中國第一間5星級酒店廣州白天鵝賓館。無論係白鵝潭江景、嶺南園林，盡收眼底。當年英女王都喺度住過㗎。嚟廣州冇打卡過呢間酒店，等於冇體驗過頂級嶺南住宿。住白天鵝賓館，大家仲可以自由漫步沙面島。沙面島係廣州一個充滿歐陸風情嘅江山小島，亦都係19世紀嘅英法租界，如今都完整保留咗成8座歐式建築，被譽為露天建築博物館同廣州小歐洲。呢度環境舒適，非常適合散步、影相打卡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線路 OK 嘅，嗱聲搵我哋大美中國報名啦，點讚、關注加留言，會有專門嘅人回覆㗎啦。